管家先生。玉皇元，这个小时候缠着我要糖吃的孩子，已经长大了。您花了这么多心思找人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少爷从小就要强，自从家族遭遇巨变，这个小小的少年独自承担了太多。自那之后，少爷就失踪了。他什么都没带走，这些年不知道他在外面吃得好不好，睡得香不香。少爷，快回来吧！喂，魔鬼蛋！